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8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4篇第9节到14节，约伯记12章第1节到25节，罗马书16章17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提防。昨天我们谈论到约伯的苦难，在苦难之后，他非常长的时间来思辨，也在跟他的朋友之间呢，有这个激辩，然后呢，他就对上帝的认识跟了解就越来越清楚。会有这样的经历，是因为他在顺境的生活当中失去了警醒，没有提防可能会发生的负面生活。因此当灾难真正来临的时候，他的信心一下子就被击垮了。他也开始怀疑起上帝，然后他的朋友也怀疑起约伯是不是因为得罪上帝才遭遇到苦难。约伯在面对自己好友的质疑的时候，他也提出了反驳，甚至反讽。约伯记12章第1节到25节，约伯回答：是的，你们是有智慧的人，但你们一死，智慧就要跟你们一起死。可是我跟你们一样聪明，没有比不上你们的地方。你们的高论谁不会说呢？现在连我的朋友也讥笑我，我正直清白，他们仍讥笑我。但上帝曾经垂听我的祷告，你无灾无祸，却来嘲笑我。你击打那快要跌倒的人，盗贼的帐篷竟然稳固，激怒上帝的人竟然把自己的力量当成神明。你去请教走兽，他们会教导你；你去询问空中的飞鸟，他们会告诉你；地上的生物会教导你，海中的鱼类也会给你说明。他们当中有谁不知道，是上帝的手造了他们？生物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手中，人的气息也在他的掌握中。正如舌头品尝食物，耳朵辨别话语，老年人有智慧，但上帝既有智慧又有能力。老年人有见识，但上帝既有见识又有实行的能力。上帝所拆毁的，谁能重建？上帝所囚禁的，谁能释放？上帝停止降雨，大旱来临，他放开水源，大地泛滥。上帝强大，始终得胜，欺诈和被欺诈的都在他掌握中。他夺走统治者的智慧，他使领导者的行为愚拙，他废立君王，使他们成为囚徒。他夺走祭司的智慧，他推翻掌握大权的人，他使众望所归的人哑口无言。他夺走老年人的智慧，他使居高位的人蒙羞，使有权势的人失掉权力。他使奥秘从黑暗中显明出来，他使死荫幽谷发出光明，他使列邦国强大丰盛兴盛，然后又打败他们，消灭他们。他使人民的首领愚拙，
让他们彷徨不知所措。他们像喝醉了酒的人，在黑暗中东倒西歪。看来越是自认为有智慧的人，更要学习提防警醒，免得自己被自己以为的智慧给蒙蔽了。在主祷文当中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免于试探，就是要有提防，要警醒，要谨慎。保罗写给罗马教会基督徒的信，在罗马书16章17节到20节这样子提到：弟兄姐妹们，我劝你们要防备那些制造分裂、动摇别人的信心、背弃你们所受的教导的人，要远离他们。因为这样的人不再侍奉我们的主基督，是在满足自己的肚子。他们用花言巧语迷惑老实人的心。大家都晓得你们对福音的信从，因此我很为你们高兴。我要你们在好事上聪明，在坏事上无知。赐平安的上帝就要摧毁撒旦，使他屈服在你们的脚下。愿我们的主耶稣赐给恩典给你们。什么样的人会失去警醒呢？通常就是那一些自以为没有问题，自以为有智慧，也自以为有能力的人，所以他们才会容易入了迷惑。看看大卫王他曾经犯下的错，所罗门王带给以色列后代的祸患，都是因为他们太有把握了，因此就没有提防，然后就进入那种罪的诱惑里面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。诗篇34篇第9节到14节，上主的子民啊，要敬畏上主，敬畏他的人亦无缺乏。连少壮的狮子也会缺乏挨饿，但寻求上主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年轻的朋友们，听我说，要教导你们敬畏上主。你们要过愉快的生活吗？要享受长寿康乐吗？你们的舌头就不应该出恶言，你们的嘴唇也不可撒谎。要弃恶从善，竭力追求和平。恳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有敬畏的心、顺服的心，遵守诫命的意愿，来得到上帝的保守，让我们时刻提防那些恶与罪的笑，不要入了迷惑，能够胜过一切恶的引诱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